得了这下酒，记得融会前面，谁对爱该烦忧，光光该留声音，快乐对点撒娇，有个风一特人皮球，爱到总还未到，从平大给吧，让一起。臭怂哦，辛苦你了。不会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比较烦恼的是，他的学校要开学了，家里少一个人手，少一份薪水。爸，我还是想要继续念书啊，我会尽量半工半读，多赚一点钱。阿昌哥，哎，小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现在晚上都在这里工作啊。这里出入的人都很复杂，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啊。这里是我哥朋友开的店啦，不会有事的啦。下礼拜蓝屏就上演呢，你吃到阿松妈本卡后啊？啊？哎，你没有擦指甲油？我公妈讲你冇啲嘅糖。唔卡下讲唔解？冇啦，你熊妈该啊，熊到暗死。啊，还凶小薇啦。你槟榔摊吞输嘅个小薇啊？对呀，要不然还有哪一个小薇？没黑啦，你上到暗讲，我冇注意到佢东南吼。漂亮倒还好啦，不过上到头顶一下有管有癌耶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巡逻的时候，我看到小薇哦，在电动玩具店上晚班，我烦恼到睡不着，一直在想她的事。烦恼到睡不着，跟你出去约佢就好啊，用来干嘛噶？你用我一点，那像 Yuki。哎，我是想跟他聊。算了啊，吃饱诶。你要私暗小啊？我回来。上班啦。你叫我送。唔是，我去打去。奇怪，妹妹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呀？小薇姐姐，李轩，好 ，Hello，阿婆，小薇，我们在路口遇到一个爸妹，说你今天有来槟榔摊呢。对啊，因为哦，陈总有牙呀，都有去帮准给我炒的。像讲哦，
无限体，我去拿我卡看一下诶。小薇姐姐，你看起来好像好累哦。没有啦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要走啦。拿无限了哦。有很正义拿我卡哈。小姐姐再见。阿婆跟李轩，你们自己要小心哦。嗯，拜拜。注意点啦。小姐姐再见。拜拜。排水，哎呦，排水。阿公，你怎么也来啦？哦，唔正係唔可以借哦，挨落也會做到。我陪阿婆来的啊。你從容了啦，也會用熟熟。哦。較注意地位哈。你喺度聽書啊？係啊。佢也會嗬，真麻煩食唔袋啊。等兩個人同阿婆。係唔係有個用誒？哦，呀哦，真條咧，人老嘅哦，衛生都有問題哦。係啦，我有學到誒，有行過路我攞唔看啊。到時都麻煩你哦。唔係啦。nhà xuân này đi quái in tiền sao mà 餐的時節凍餐哦，家下講我老愛天數，呀哈，就做起了了。一郎拍咧生意比起來啊，佢算一怪嘅啦。佢咩天數喺度？莫再個人添麻煩就好咧。唔會。我講係咩生意來呢？我同阿叔伯兄弟啊，都台北要搭梯，講我買嘛，佢哋啊全部都簽名嘅，從來冇簽呢啲。原來為了件事情，我請埋佢阿伯，佢同講落嚟。佢哦，睇到嘅事情啊，冇乜解我老愛講，愛咩懂小門。做來前麼捱啲啦，不過我看佢按多擺做來免憂免結，我想係老人講都冇乜嘅順利嗬。我是有意而來，做個考慮啦。不過我想到嗰條錢櫃數百兄弟哦，我都簽唔落手啊。不過樣誒，都係一家人啊。人都唔知咧，越係一家人哦，越看得清楚，有道義冇，
有感情。特别我母卡当苦的时节，伊都唔但将无天数，还我看伊都面色。唔係講老幾啊，都要計較，計唔手咯，幾啊都要強用了。我通講唔係伊咧熱心老人聽書的人，既然聘人手聽書的，莫講係七家人。因按度說咧，計較按度做乜解喏？阿婆，我抓蚱蜢嘞！哎，注意哦，我有傻。哦。其他几个持份人越来越不满，公司给我很大的压力，我现在不知道如何面对。哎，黄火旺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有当面答应我愿意重新考虑签名的事情，我同意书也给他了。这几天我也在等他的回应。你再打个电话催他一下嘛，必要再走一趟花莲，死缠烂打总是有效嘛。问他是不是要钱？事情能解决，多少钱公司会想办法嘛。总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是黄先生。哎，赶快接，赶快接。喂，汪先生。我公司待命的事情，听说被收到。好，安是谁？远转法脸，找你拜访你。安是谁啊？哎，他说了什么啊？他说他答应签名盖章了。哇，太好了，那继续往下进行啊，免得他变卦了。同意书明天就会寄到。不过他刚刚也有提到关于劳工和低收入户优惠贷款的事情。他说既然公司答应了，他希望公司能够说到做到。哎，只要土地的事能够顺利进行的话，其他都不是问题了。哎呀，最近太辛苦了。走，今天我做东，我们去吃宵夜。谢总经理。
阿个多巴带人，干么这个小薇啊，伊马蒂拉，哎，阿马达亚人。高中生马拉勒夫而已，没有关系吧？而且我朋友给他的巴萨里夫还不错啊。到底是白薯重要，还是小薇的命比较重要？啊喏，阿拉拉夫哈扎。Mama anay kiso itira ikatayalan. Away. Hoina, ang gabi sa mamang ko lahalatan. Hanikin kami ko la sa layo, ma. 我知道很委屈小薇，可是现在打药人那么难找。第二期干的路多，伊拉国民宿有在真人，我跟老板卡巴。小盖伊，诺马果给小薇去的话，卡巴一滴啦。Ang niraza ko narumiada ni siya wey. Tingnan ko navalutsuan ni siya wey. 小薇。阿昌哥修改牙骨骨卡达亚兰3。Paneneng, maka kisukira kata Yarang 跟老板乌马安打压了，你再决定要不要。马萨基苏。哦，我都对哦，搞不定绝对没问题呢。哦，泰哥，有问题再来请来啦哈，再来聊啊。妹妹。哦，很似咧后生的长妹，真见那么大咧20岁啊。当你都超爱吃小鸭，是哪小鸭？难妹呢，某一类好东西。哎，我们这边的工作不轻松哈，除了要打扫每个房间之外，那换下来的床单呐、毛巾都要自己洗。我在学校念的是观光，我去年寒暑假也在饭店实习过，我可以做。这小孩子啊，真的很乖啊，绝对不让你失望。这样子，那我们会有1个月的试用期，明天可以来上班吗？可以。哎，嘉安，你带小薇去熟悉一下环境好不好？好，小薇过来吧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不会，帮我介绍一个。所以阿昌叔叔帮小姐姐找到新工作了。他已经去了好几天，在民宿那边上班，避难滩也不去了。听起来很不错哎。是小薇去民宿那里是上全天班呢。是啊，是那边的老板叫他去那边上全天班。他说全职的薪水比较多。可是开学以后，小薇要怎样上班？如果做得不错，我是有跟他商量了，看是不是要休学1年，先在那边做。嘿哦，小薇不是明年就毕业了嘿？但是现在家里这个状况，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念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只好委屈他了。哎呀，哇塞，他们休息。李轩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没有啦，我是在想小薇姐姐不能念书的事。不要念书很好啊。哪里好啊？那就不用去学校，也不用上课，也不用写作业，就可以一直在家玩，有多好？我到无爱读书，就爱粗细赚钱。那样太做对钱嘛该投入，赚嘛该钱。古说啊，我爸爸很爱，爱好好读书。我公公读书唔係為到存錢，對佢嘛該，是為了讓自己更懂事，更會替別人想。念書是為了讓自己變成更好的人。佢做嘛該隨便講，當年讀完書的都冇變到較好。古說按呢，懂大數呢，人哋做唔得按呢。
我以前都没有想那么多，就觉得念书没有什么。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没有书念。现在才知道，想念书没有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小二姐姐有跟我说，她很喜欢念书。如果我真的休学了，她一定会很难过了。你不要担心啦，只要他爸爸好了以后，就可以出去赚钱啦。这样子，小薇姐姐就可以继续念书了。我也很希望啊。来，小朋友，这些个。阿姨按着些，妈妈按着些。来，有车未？车架来啊。蓝萍，等陣阿昌叔叔來。蓝萍，啊，你父教，我又唔知跟帮你了。唔免有凊到事情，无人来讲啊，我爱死嘛，个就不唔知哈。睇架隻卡來哈。再等去哦。蓝萍，以後媽媽最近心情唔好。唔會啊，家下阿姨行動強，因呢來佢足強咧。奇怪，佢要去下年都唔常愛那位嘅，也去看嘅。阿昌叔叔，听说你介紹小娥姐姐去民宿那里工作，那還順利嗎？還算不錯了，我等一下要過去看一下。阿昌叔叔，那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嗎？你們去幹嘛？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。阿昌叔叔，我們可以一起去嗎？你們想去哦？最近每天都只能在家寫暑假作業，我也想要去玩。阿昌叔叔哦，等你出去了，做咧我會留，你和媽媽講阿姨好發哦，好冇？希唔比阿媽媽肯希望。不錯啊，會哦，留愛聽書。好，也會留阿媽媽講，也幾好發。瑞美，愛帶藍萍舅舅出去了哦。來，走吧走吧，快點，還在吃哦。來上車上車，東西用好哦。今天有人在拍照啊？哦，对啊，我杂志社的朋友，他们刚好下来，想说帮民宿做一些宣传。那么好啊！对呀，帮他们倒杯茶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哈。阿昌叔叔，啊，那我们现在看羊了。小心点啊！好的，那东西哦。好。小娥姐姐。小娥姐姐。你在这里工作好 OK 吧？还 OK 啊。不要乱碰啊，那感觉很贵。那真的很贵哦，老板娘也有交代过我，不可以随便乱碰。小薇姐姐，这间就是摄影师他们住的房间哦。对啊，他们刚刚给我看他们拍的照片，哦，那个拍照大哥好厉害，把这边拍得很漂亮哎。小娥姐姐，你要打扫，反正我们来没事啊，我们来帮你啦。哎，不用啦，你们难得来，不用帮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可是外面在拍照，我们出去会打扰到他们呢。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们来帮我喽。李轩。你看哦，像这里，你要把手这样伸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折线铺好，这样子。这小姐姐，这个我会的，我来做好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拳头，不要往吸尘器。
甜筒，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？我在吸地板啊。都是我害的，我不应该拿下垫子了。唔好安尼讲，唔有唔爱挑事诶。对啊，都是你啦，玩什么吸尘器啊，吵死了！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？那个镜头摔坏了，弟我要赔几多钱？阿桑叔叔讲，为了小薇姐姐先出钱，唔是小了。怎么办？那颗镜头要10几万，我要怎么还给阿昌哥？Tadinya sakit su? Mama ang kisuan ini. 阿外，你叔那边的打压还好吗？还好啦，我工作的事你不用担心。注册通知单不是来了吗？爸在问你说，是不是真的还要去念？啊，快点睡了。
老板娘。哎，小薇，你怎么会来？来看我，坐啊坐啊。老板娘，哎，我想回来上班，可以吗？啊，你民宿那边不做了？发生了一些事，我没有脸回去。没关系啦，那你回来帮我啊。你不在哦，生意差好多呢。那客人都在问说，啊，那个可爱的女生跑去哪里了？那我今天可以开始回来上班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老板娘，我是会留在这里上班，可是我想问你，有没有一些兼差可以介绍我去啊？我需要钱。小薇啊，你家到底是缺多少钱啊？哎呀，你这么拼命！好啦好啦，我不问啦。你说打工哦？啊，有的工作很赚钱啦，可是我怕你不愿意啊。我现在什么工作都愿意做，老板娘是什么样的工作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在做电子花车，他之前有说他们很缺小姐啦。电子花车哦。不要把电子花车想得很色情啦，那根本没有什么啊，就只是穿的比较少，站在上面跳舞给人看啊。又穿的很少哦，就比较性感咩？哎，你想想看，上去扭一下，就有几千块可以收，哎，多好赚呐！而且你本来就很会跳舞啊，那你就当做是上去跳舞给大家看嘛。那老板娘，你可以帮我跟你朋友说一下吗？我想试试看。好啊，德爸，你跟他说。谢谢。他要卡斯给手。你等下赶快给说完呢？怎么那么晚？哦，阿哥阿妮妮，阿那毛水。阿哥阿来王府给。等一下，我妈平安。好啊。哥。我是妈平安，不对技术。哦，那我有你呐，我去啥里玩啥个？这是脱衣舞穿的衣服呢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谎的？今天阿昌哥来，我才知道你没有在民宿上班了。你整天不知道跑去哪里，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？明明，这古仔就慢慢，马图尼亚诺马图阿散。你还怕爸妈会担心啊？我不是要去跳脱衣舞，你不要这样说我了。那不然呢？你借这种衣服回来做什么？是槟榔摊的老板娘介绍我去跳电子花车。她说只是穿的比较少一点，而且跳一场就可以赚很多钱。你还是学生，怎么可以赚这种钱？我也不想啊，但是我在民宿的时候，我把客人的相机镜头摔坏了。当初是阿昌哥介绍我工作的，我把他搞砸了，而且我再也没有脸回去了。阿昌哥还先帮我付了赔款，我只是想要早一点赚钱还给阿昌哥。阿昌哥没有跟我讲钱的事情。
可是如果他知道你为了还他的钱去跳电子花车，他一定会很难过。他之前那么担心你，还劝我要你不要在电动厂工作。可是你自暴自弃。如果他知道你为了还他的钱做这种工作，他一定不会开心的。那钱的事情怎么办？我们家怎么办？总是会有办法。哥不要你做这种工作，你不要去跳电子花车，好不好？王先生，哎呀，你用爱上忙咯？人多日啦，腰骨轻唔爽爽。上班唔讲，我同我退款啦。我想麻烦你。唔爱麻烦啦，唔爱麻烦啦，你不来错啦。嘿，你腰骨胃痛哦。迄牙骨头无脏啦，也爱来推几摆，攞骨头送转去啦。你像有个医生们讲过啦，出怪牙只无耐心去咩？有片个脚脏，迄毋迄行路咪胃痛啊？哦，你用乜治咯？牙骨头无脏哦，规只眼神都扎伫右片。无桥转去哦，我紧来紧痛哦，我接来哦。跟人应该都接上来麻烦你哦。唔系啦，当排泄呢。唔系啊。我输钱嘿。哎呦，好啦好啦。阿婆，阿婆，哎，那个事情还没都安排上哦。阿公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事情还没都安排上哦。阿公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来请阿婆同我退腰骨啦。啊，对哦，阿婆，我是要跟你说啦，小薇姐姐又回滨南滩上班了，而且她确定不念书了。现在欠那么多钱，又不能念书，阿婆怎么办？唉，小薇也什么哦，命很坏哦。哎，你都讲个小薇慢人。阿公你好。小妹，你个垃圾桶咧塑胶袋咧做得半挨无？啊，做得啊，做得啊。哦，安是这。别弄口罩。唔是啊，唔是啊，我这个来落去。啊，你这个拿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喂。阿芬呢？很爱啦。唔系张转去嘿。我当同阿弟姑讲小薇的事情，我想一下，批买了以后啊，我有一条钱，我想帮小薇成立一个转户，不是奖学金，你也意思样啊？哎呀，当好当好。我老阿孙的家妹也得分人家，张相爱老小薇天数，唔爱天数哦，当然好啊。啊，错啦，张汉家爸伫香港所上班，我张来问记，按样来做较好。那就麻烦你们咯。哎呦，小薇迄弟吼，听错动听，
我想未敌咧，我想莫出名减水一条线。嘿哦，哦，莫想本小伟弟嘿。后摆我这个摩托罗马个数，看到上托数都摩托个声音呢，特别通宵。还有去槟榔摊看一下，小伟确实是一个一拐的什么的，反正我这个要无用的花钱，将一条线本你托数好的。安尼哦，给我推小伟，老人讲按子谁啦？唔会啦，会啦，俺人无限了。好啦，按子谁哈？怎么了诶？总经理，这个决定会让崇光没有办法去跟黄火旺先生交代。我知道，现在小家庭平数的建案很难卖，要么推套房，要么就推豪宅。既然公司决定卖豪宅，我们没办法兑现当初答应黄先生的承诺，你就照做吧。是。总经理，你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公司居然这样做，也是不得已的。可是我们答应黄先生要照顾劳工还有低收入户，现在拿到了同意书，才跟他说公司建案的方向要改变，我们就是不守信用。你尽量跟他沟通我们公司的难处，若是他还不能谅解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人愿意无条件的帮忙我们家？怎么有这么好的人？他还交代我说哈，要你放心，好好休养啊。这几个月家里的开销哈，他会尽量帮忙。还有小薇啊，不要让他到处打工，专心念书就好。这个人是谁？我认识他吗？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将来我要怎么把钱还他？怎么感谢他？他是说，钱本来就是要用在需要的人身上。如果你真的要感谢他哈，你就去帮其他需要的人，这样他会很高兴。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我们家里这么有福气，受到这么好的人的帮助。人跟人哦，本来就是互相的。这次教训要记住，千万要确定老板有给你保险，工作安全哦，一定要注意，莫再够受伤嘞。所以这个人帮小薇姐姐还阿超叔叔钱了。嘿呀，这个人真好。我认识他吗？金毛兄分片影敌啦。阿婆，那你跟我说，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。做唔得，我大兵记的。哦，多大黑骂人啦？是敌啦，你有冇暗兄弟呢？我想知道到底谁帮助小薇姐姐啊？当然公益哈啦。我是你孙子哎，阿婆怎么可以跟孙子有秘密啊？唔系有懂得秘密，阿婆唔知啊。也跟事情，拢有冇关系？算了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怪系又较怪，心行黑暗法。我老爱讲法吓，我老爱讲法哦。我爱先转去了，我爱去甲转去了，我真紧爱去甲转去了。
哎，阿婆，在哪啦？喂，麦呐，喂，阿爸，我迄上摆前跟你上讲，嘿你哦，因为打电话来都唔讲话咯。同意是输到的哈，还有问题诶？有件事情听出人报告，唔通都冇看啊。哪个事情？你讲啊。可能係先嚟講，一無大家都真係不用偏到嘅，因為你同你講係冇同樣嘅。唔錯兄弟，但你的事情有冇做到，是你。貸款嘅係公司嘅決定也唔係你嘅唔錯，你生意嘅條路只能走做。雖然係董事們，也公司也仲係決定，我也想清楚咧。反正我一個單身狗誒，講你阿買睇咧，用嗰條錢嚟幫助人，係咪好啊？阿爸，真嘅都是你。啊，真嘅冇怪你啊，你唔是想很多。好嘞啦，就安尼哈。李轩啊，你找蓝萍啊？今晡日返校日，第一号到嘞。对哈，我们学校好像也有返校日哎。阿婆，我明天就要回台北。又係啦，公共機，你叫我撞台北？不是啦，后天返校日。台北啦！阿公诶，腳條嘅唔做乜緊咯，上來啊！哦，好，還沒按獎啊，我按鍵啊。離開該已經落寞，天風昏暗暗唔清楚，夜光本無人懂中，舊音本夜風吹響，一步步離開故鄉途。勇敢哭，離開無下嘅路，兩行都清楚，有幾多嘅苦，幾敢喊來記得，盡無下嘅路，兩行都清楚，有幾多嘅苦。用心過。